台南科学园区的台积电、联电甲群创一寡科技大厂，因为第一档是紧停止运作，目前正咧统计机器未芳的情形。若水电供应正常，无人受伤，嘛无灾情。台积电透早嘛发声明，讲厂区营运正常，当咧详细检查。半暝熊熊大地震，全台湾拢真有感觉。科技大厂台积电，过一时对外发表声明表示，中科甲南科厂已经达到疏散的标准，按照能源安全第一优先。公司按照紧急应变程序进行能源的室内甲室外的疏散，有关的影响是清点当中。南科管理局表示，目前各大厂的人员拢已经转去到工作岗位，不过期待各样的状况各类统计。因为这样的强度一般的机台会有预防性的停机。那从昨天晚上到今天，陆续在做抢救复机当中，比较单纯的厂商可能今天可以复原。那状况比较多的厂商，因为它厂区多的话，可能今天没有办法，要陆续的复原。南科管理局表示，有关标准厂房、宿舍的电梯拢搁咧进行查修，也若受灾的状况甲复原的时间，搁爱评估。加在无人员伤亡，也无探出相关的火灾或者是化学品漏泄的灾害。目前南科园区的水电供应正常，公共设施无灾情。有专家认为讲，虽然台积电防地震的进度有7级，不过这个地震可能也是会对台积电产生部分的负面影响，很可能就是产生的停机，以及部分的线上的晶圆产生位移，而一旦晶圆产生了位移之后，则会出现所谓的报废晶圆的存在，导致台积电的线上的部分的晶圆则要重新拿下来，然后可能要重新投片。有关台积电厂区的状况，有关爱等台积电统计对外来公布。专家暗算讲，这个地震若总有造成台积电机台停机，后续无排除会透过3班赶工的制度降低地震的影响。根据台电的统计，半暝的大地震一时间造成嘉义、台南甲高雄超过3万户停电，目前已经全部复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